一個俾人退婚兼趕出家門嘅孤女，一夜之間由準秀才娘子變成無處容身嘅落魄秀娘。所有人都笑佢命薄，笑佢有眼無珠，笑佢只可以嫁俾一個窮書生遮醜。點知邊個都估唔到，正正係呢場雨夜入邊嘅蒼絕成親，竟然令所有人見識到乜嘢先叫真正嘅翻身。歡迎嚟到阿婆講鬼，等我哋一齊走入今日嘅故事。景觀鎮東頭住一個叫蘇婉晴嘅姑娘。佢18歲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性情亦都溫和。平日講嘢輕聲細語，唔中意同人爭長短。只可惜佢命水唔好，細個嗰陣父母雙亡，只係留低幾件舊衫同一套母親生前用過嘅烏木16針。後來佢俾姨母柳氏接到屋企寄養。話就話係寄養，其實亦不過係多一雙筷子，多一個可以做嘢嘅人。柳家嘅日子唔算富裕，姨母成日掛喺嘴邊話養大佢唔容易。婉晴由好細個開始就學識睇人面色，掃地煮飯、洗衫煲水，乜嘢粗重功夫都搶住做，唯獨有一樣嘢係佢真正擺喺心尖上面嘅，嗰樣就係刺繡。佢天生有一雙巧手，其他人學3個月先至勉強識得穿針引線，佢望一眼就可以記得啲針路。10零歲嗰陣，佢繡出嚟嘅花料已經有板有眼。去到18歲，佢一手平針繡更加係遠近馳名。鎮上啲婦人要嫁女嗰陣，成日都會偷偷託人嚟求一方為拍。有錢人家擺大壽，亦都願意俾銀兩請佢繡屏風。佢繡蝴蝶，對蝶翼輕盈得好似就快由襟布上面飛出嚟。佢繡春花，就連花瓣上面嘅露珠都好似帶住陣陣清香。亦都正因為咁，佢雖然一直寄人籬下，心入邊卻始終有一份盼望。佢同鎮上嘅秀才陳子謙自細就認識，兩家一早已經訂下婚約。嗰陣陳家家境貧寒，陳子謙仲只係一個埋頭苦讀嘅書生，就連買紙墨都要慳住使。姨母當初睇中佢識讀書，覺得佢第時要係考取到功名，婉晴亦算係有一個好歸宿，所以就應承咗呢門親事。婉晴信以為真，亦將呢門親事當成自己下半世嘅依靠。佢呢幾年賣繡品儲落嚟嘅銀兩，大部分都用咗喺陳子謙身上。陳子謙冇筆，佢就買俾佢；陳子謙冇紙，佢就添字俾佢。每逢過時過節，佢仲會幫佢縫製新衫、繡書袋。佢從來都唔會話辛苦，只係心諗等佢有朝一日金榜題名，兩個人就可以堂堂正正成親。佢亦算係有咗一個真正屬於自己嘅屋企。嗰一日，景觀鎮落起淅淅傾傾嘅春雨。雨絲掛喺屋檐上面，一滴一滴淡落，好似一條斷極都斷唔開嘅綢線。婉晴坐喺窗前，正趕住繡一方連中3元嘅錦帕，嗰係佢準備喺陳子謙參加秋議之前送俾佢嘅禮物。錦帕上面3朵並蒂蓮，啱啱繡到一半，金線喺佢指尖穿過，影得佢眉眼之間格外安靜。佢心入邊諗住，子謙哥收到呢方錦帕，應該會好開心咧。點知就喺呢個時候，房門忽然吱呀一聲俾人推開。婉晴抬起頭，見到嚟人正正就係陳子謙，塊面先係一起，就連手上支針都停咗落嚟。但係下一刻，佢就察覺到有啲唔妥。陳子謙冇好似平時咁笑住叫佢，亦冇問佢最近轉唔轉。佢企喺門口，身上着住一件新做嘅青衫，頭上方巾亦整理得一絲不苟，神情卻冷得好似呢場春雨一樣。更加令婉晴個心往下一沉嘅係，佢身邊仲企住一個人，正正就係姨母個女柳依依。
柳依依低住頭，半邊身匿喺陳子謙身後，好似係驚，又好似受盡委屈。但係佢眼角嗰一抹若有若無嘅得戚，始終都俾婉晴睇見咗。婉晴個心忽然揪緊，輕聲問：子謙哥，你今日點解會嚟嘅？陳子謙冇坐低，只係淡望咗佢一眼，話：婉晴，我今日嚟係有一件要緊事要同你講清楚。婉晴放低手上嘅針線，手指卻不由自主撞緊咗三角。佢勉強笑咗笑，你講啦。陳子謙輕輕撥咗撥衣袖，語氣入邊帶住以前從來冇過嘅疏離。婉晴，你同我自細就認識，亦的確有婚約在身。不過此一時彼一時，而家我已經係秀才，承蒙鎮上張鄉紳賞識，好快就要去省城備考。以我嘅前程，唔應該被困喺景觀鎮，更加唔應該被困喺一門舊婚約入邊。婉晴嘅面色一點一點淡白晒，佢呆淡望住佢，好似係聽唔明，又好似係唔敢聽明。隔咗好一陣，佢先至低聲話：子謙哥，我從來冇諗過要困住你，你去省城，我可以等你等。陳子謙皺起眉頭，好似聽到啲咩，累做說話淡：你等唔起，我亦等唔起。老實同你講，張鄉紳有意將個女許配俾我，呢門親事對我嘅前途有莫大幫助。話音一落，婉晴手邊嗰方受到一半嘅錦帕滑落咗喺地上，佢望住陳子謙，喉嚨好似俾啲乜嘢塞住咁，隔咗好耐先至勉強擠出一句：咁我哋嘅婚約呢？陳子謙答得輕描淡寫，自然係作罷。婉晴只覺得耳邊嗡一聲，窗外嘅雨聲忽然變得好遠，遠到好似隔住一層水。佢望實陳子謙嗰種熟悉得嚟又陌生嘅臉，忽然諗起好多年前，佢仲係一個身上件衫洗到髮白嘅少年，企喺柳家門外，小心翼翼地接過佢，遞俾佢嘅書袋，紅住塊面話：婉晴，等我第時有出息，一定風風光光娶你。嗰陣時佢信咗，佢信佢寒窗苦讀唔容易，信佢心入邊有自己，亦信自己一針一線換翻嚟嘅銀錢，總有一日會變成兩個人嘅好日子。但係如今依然係呢張面，講起退婚嗰陣，竟然連半分內疚都冇。婉晴張開口，仲未講得出聲，匿喺陳子謙身後嘅柳依依忽然低低喊咗一聲，身子一軟就跌入陳子謙懷裏。佢抬起一雙濕漉漉嘅眼，柔柔弱弱淡話：子謙哥，你點可以講得咁直接？姐姐心入邊一定受唔住噶。陳子謙即刻扶實佢，連語氣都放軟咗：依依，你就係個心太善良。呢件事遲早都要講清楚，我唔可以耽誤你，亦唔可以耽誤佢。婉晴望住佢哋一個扮體貼，一個扮為難，心底最後嗰一點暖意，亦喺呢一刻徹底涼透。佢唔係傻，柳依依點解會跟住陳子謙一齊嚟？點解會匿喺佢身後？又點解可以咁自然淡挨入佢懷裏？佢全部都明白晒。佢把聲震住，仍然問咗一句：你哋幾時開始嘅？柳依依啲眼淚流得更加快，好似受咗天大委屈啖。姐姐，你唔好怪子謙哥，感情呢啲嘢邊個都講唔準。我哋係真心相愛，子謙哥係讀書人，將來要行仕途，佢身邊需要嘅係可以同佢吟詩作對、談古論今嘅知己，而唔係一個成日只係揸住針線嘅秀娘。最後嗰幾個字，佢講得好輕，卻好似針一樣結入婉晴心裏。原來佢呢幾年引以為傲嘅手藝，喺佢哋眼中只不過係上唔到大台嘅營生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姨母柳氏由女屋行咗出嚟。婉晴下意識望向佢，心入邊仲留住一點可憐嘅指望，諗住姨母就算平日幾刻薄，至少亦會念在大家相處咗咁多年，幫自己講半句說話。
但係柳氏只係黑住塊面，連望都冇多望佢一眼，一開口就話：婉情，既然子謙已經將說話講開咗，你亦唔係唔識大體嘅人，呢門親事就淡算啦。婉情呆住咗，姨母。柳氏皺咗皺眉，好似嫌佢唔識趣。你本身就係寄住喺我屋企，呢啲年我將你養大，亦算盡咗親戚情分。原本指望你嫁俾子謙，第時有個歸宿，亦唔枉我為你操心一場。如今婚約冇咗，你一個未出閣嘅大姑娘，繼續住喺柳家，外人難免會講閒話。況且姨姨亦到咗講親事嘅年紀，屋企點都要顧住佢嘅名聲。說話講到呢度，已經唔係商量，而係明明白白噉趕佢走。婉情眼前一黑，爭啲企都企唔穩。佢望住柳氏，望住陳子謙，又望住柳姨姨。一個係養大佢嘅姨母，一個係佢資助咗多年、盼咗多年嘅未婚夫，一個係同佢住喺同一個屋檐下嘅表妹。但係呢一刻，佢哋企埋一邊，好似三幅冰冷嘅牆，將佢所有退路全部封死。陳子謙見佢唔出聲，仲以為佢想死纏爛打，就由衫袖入邊摸出一個細錢袋，擺到台面，語氣有啲唔耐煩。婉情，過去你對我嘅照顧，我唔係唔記得。呢度有5兩銀，當係我補償俾你。第時你我各行各路，你亦唔使再攞舊情出嚟講。5兩銀，婉情忽然笑咗一下。佢呢啲連賣壽品儲落嘅錢，幫佢買嘅書、買嘅紙、買嘅墨，一早就唔止5兩。更加唔好講嗰啲日日夜夜趕工糊壞咗嘅眼，嗰啲慳落嚟唔捨得食嘅飯，嗰啲俾佢收埋喺心裏，從來冇講出口嘅委屈。但係佢輕輕鬆鬆攞出5兩銀，就好似已經仁至義盡。婉情冇掂嗰個錢袋，只係慢慢彎低身，將跌喺地下嗰方連中3元錦帕執翻起嚟。錦帕沾咗塵，金線亦俾語氣浸到暗啞。佢用指腹輕輕掃咗幾下，然後行到陳子謙面前，將嗰方錦帕搓入佢手裏。陳秀才，佢一字一句淡話：由今日開始，你同我之間兩清。我蘇婉情所託非人，係我有眼無珠，我認。但係你亦都要記住，莫欺少年窮，更莫欺女子弱。陳子謙塊面微微一變，大概估唔到一向溫順嘅婉情會當住所有人面前講出呢番說話。柳姨姨亦呆咗一下，跟住又低翻個頭，嘴角卻忍唔住微微揚起。婉情冇再望佢哋，佢轉身翻房，收拾起嗰個細細嘅包袱。房入邊屬於佢嘅嘢少得可憐。幾件洗到殘舊嘅衫，一啲針線碎布，仲有阿娘留下嘅烏木16針。佢將針盒貼身收好，好似收起最後一點血脈相連嘅念想。出面場雨越落越大，春雨打喺青石板上，移早起一層薄薄嘅水霧。婉情着起包袱，行出柳家大門，冇人送佢，亦冇人叫佢翻轉頭。柳氏企喺門檻後面，面色冷硬。陳子謙避開咗佢嘅目光，柳姨姨卻挽住陳子謙隻手，眼裏收唔住勝利者嗰份輕快。婉情忽然覺得呢個住咗10幾年嘅地方，原來從來都冇真正屬於過佢。佢行入雨裏，一步一步離開柳家。雨水好快就整濕咗佢件青衣，亦整濕咗鬢邊嘅碎髮。佢唔知道自己應該去邊度，景觀鎮唔大，消息卻傳得極快。一個俾人退婚又俾人趕出門口嘅孤女，只怕聽朝一早就會變成街頭巷尾嘅笑話。佢如果去客棧，掌櫃未必肯收留；如果去投靠親戚，佢亦冇親人可以投靠。身上嗰一點碎銀，連幾日房錢都捱唔到。行到鎮口嗰陣，佢實在行唔喐，只好走入一座荒廢咗嘅涼亭避雨。
涼亭又殘又舊，柱上面嘅紅漆一早已經剝落，角落仲堆住一啲枯枝濕葉。婉晴攬住包袱坐低，成身又凍又餓，個胃一陣陣抽痛。天色漸漸暗落嚟，遠處嘅景觀真燈火一盞一盞亮起，卻冇一盞係為佢而亮。佢咬住嘴唇，唔肯喊出聲，但係眼淚仍然混住雨水跌咗落嚟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亭入面忽然響起一把溫和嘅聲音：姑娘，你好似遇到難處。婉晴嚇咗一跳，呢個時候先發現亭嘅另一邊仲坐住一個男子。嗰個男子大約20出頭，着住一身靛藍色布衣，身旁擺住一個書林，長髮只用一支木簪鬆鬆淡束住，睇個樣似係一個外鄉書生。佢衣着樸素，神情卻好沉靜，一雙眼清亮深邃，唔似一般輕浮之人。婉晴本能淡向後縮咗縮，唔想同陌生男子多講。男子睇得出佢有所防備，並冇行近，只係隔住幾步向佢微微點頭。在下陸雲深，遊學嚟到呢度，暫時住喺鎮西聽竹小院。頭先見姑娘獨自冒雨而嚟，如果有所冒犯，仲望見諒。婉晴沉默咗一陣，最後仍然低聲話：我同屋企人解除咗婚約，亦俾人趕咗出嚟，如今冇地方可以去。陸雲深聽完，冇露出憐憫嘅神情，亦冇追問佢難堪嘅事，只係靜靜淡諗咗一陣，話喺亭入邊避雨，始終唔係長久之計。姑娘如果信得過我，聽日可以同我去官府立一紙婚書。婉晴猛淡抬起頭，爭啲以為自己聽錯。公子，你同我素未謀面，點可以談婚論嫁？陸雲深神色平和，好似佢講嘅唔係乜嘢驚世駭俗嘅說話，而係一件再平常不過嘅事。姑娘需要一個安身之所，我亦需要一位名義上嘅妻子，好等屋企唔再催逼我成親。我唔可以許你大富大貴，但係可以許你一處屋檐，一份尊重。你如果願意，仍然可以做你嘅秀活，賺你自己嘅銀錢。我唔會輕視你，亦唔會當你係附庸。婉晴呆喺原地，佢知道呢番說話好離奇，亦知道眼前呢個人未必完全可信，但係佢更加清楚自己已經冇幾多選擇，返柳家係絕對冇可能，去求陳子謙更加係自取其辱。眼前呢個窮書生至少冇用憐憫嘅眼神望佢，亦冇將佢講成負累。佢俾嘅唔係恩賜，而係一場交易，一個可以令佢暫時企穩陣腳嘅機會。婉晴低頭望咗望懷裏嘅針盒，再望向庭外連綿不絕嘅雨。過咗好耐，佢抬起雙眼，認真望住陸雲深，輕聲話：好。我唔圖你嘅錢財，亦唔求你幫我出頭，我只要一方可以擺放秀架嘅屋檐，只要你記住今日講過會尊重我。陸雲深企起身，鄭重淡向佢拱手，一言為定。第二日朝早，長雨終於停咗，景觀鎮嘅青石街俾雨水洗到發亮。空氣裏仲帶住竹葉同泥土嘅清新氣息。蘇婉晴同陸雲深並肩行入官衙，冇紅燭，冇花轎，冇親人祝福，亦冇熱鬧喜宴，只有一紙婚書，兩個撳落去嘅手印，就係擔尋日仲俾人退婚趕出家門嘅蘇婉晴，成為咗陸雲深嘅妻子。陸雲深租落嘅聽竹小院，位於鎮西一條清靜巷仔入邊。院子唔大，一間正屋，兩間廂房。牆腳種住幾杆翠竹，風一吹過，竹葉就沙沙作響，倒係有幾分安穩嘅氣息。婉晴踏入院門嗰刻，心入邊講唔出究竟係鬆咗一口氣，定係更加覺得茫然。佢由柳家出嚟嗰陣，身上只係得返一個包袱，就連嫁人都嫁得咁倉促，好似俾一路嘅雨水推住嚟到呢度淡。
只不過陸雲深冇追問佢以前嘅事，亦冇擺出一副做丈夫嘅架子，只係指住東邊嗰間廂房話：嗰間房光線好，你要係想做秀活就用嗰間啦。婉晴長咗針，心入邊一直繃緊住嗰條弦，忽然之間鬆開咗少少。佢點咗點頭，講咗聲多謝。成親嘅消息好快就傳遍成個景觀鎮，鎮上啲人最中意睇熱鬧，尤其中意睇落難之人嘅熱鬧。有人話蘇婉晴命水唔好，啱啱先俾秀才退婚，轉頭就心急嫁咗俾一個外鄉嚟嘅窮書生。有人話佢係驚自己名聲臭咗，所以求其捉個人嚟遮醜。仲有人話陳子謙而家攀上張鄉紳，前途無可限量。蘇婉晴呢次出嫁，直情係由雲端跌落泥金入面。柳氏聽到消息之後，喺屋企冷笑咗半日，話我仲以為佢幾有骨氣，原來都只不過係驚冇人要，轉個頭就嫁咗俾個窮酸書生，真係失禮死人。柳姨姨更加唔肯放過呢個睇笑話嘅機會。幾日之後，婉晴去街市買餸，啱啱喺菜檔前面轉身，就迎面撞見咗佢。柳姨姨今日打扮得格外嬌俏，身邊仲跟住兩個丫鬟，手入邊拎住新買嘅綢緞。佢一見到婉晴，先係扮出一副好驚訝嘅樣，跟住掩住嘴笑道：姐姐，聽講你成親啊？點解咁匆忙嘅，連杯喜酒都冇請我哋飲？婉晴唔想同佢糾纏落去，只係淡話日子過得簡薄，冇乜嘢好請㗎。柳姨姨就嘆咗一口氣，扮出一副好心痛嘅樣。我聽人講，你嗰位夫君係個由外鄉嚟嘅窮書生，就連租落嗰個小院都就快交唔起租。姐姐，你以前同子謙哥有婚約，好歹都差啲做咗秀才娘子，而家點解要將自己嫁得咁委屈呀？婉晴攢緊手中嘅菜籃，神情卻依然十分平靜。我夫君待我尊重，咁就已經夠啦。柳姨姨就好似聽到乜嘢天大笑話啖，女人呢一世人淨係有尊重有乜用啊？始終都要有銀兩，有體面，有前程。子謙哥好快就要去省城，張鄉紳已經幫佢準備好車馬，等佢第時考中舉人，就會用8人大轎娶我入門。到時姐姐你可千祈唔好傷心。婉晴望住佢嗰副得意洋洋嘅樣，忽然覺得再講落去都冇意思。佢輕輕抽翻俾柳姨姨拉住嗰隻手，語氣不冷不熱，但我就提早恭喜表妹啦，屋企仲等住我翻去煮飯。我行先一步，佢轉身離開，背影清秀，條腰卻挺得不直。柳姨姨望住佢，眼底嗰陣笑意慢慢變成鄙夷。佢就點都唔相信，一個靠繡手帕換米嘅女人，嫁咗俾一個窮書生之後，仲可以牽得起啲乜嘢風浪？聽竹小院入邊嘅日子，的確過得清貧。陸雲深每日大部分時間都留喺書房讀書，間中會去鎮上嘅私塾幫先生代課，賺翻嚟嘅銀錢並唔多。屋企嘅米糧、麵粉同埋柴火，大部分都係靠婉晴接一啲零碎秀活嚟撐住。佢一早起身煲水煮飯，日頭洗衫執拾，夜晚就坐喺燈下穿針引線。有時由燈點到半夜，陸雲深由書房行出嚟，見到佢仲低住頭刺繡，就會輕聲提醒佢，雙眼要緊，抖一抖先啦。婉晴每次都只係笑一笑，話再繡多2針就得啦。佢唔怕窮苦日子，佢一早就已經慣晒。佢最怕嘅係冇尊嚴，最怕自己學咗一身手藝，卻冇人真正識得欣賞。點知冇過幾耐，院入邊忽然嚟咗2位遠房親戚。嚟人自稱係陸雲深嘅表叔同表嬸，話佢哋啱啱路過景觀鎮，聽聞雲深成親，特登過嚟睇下新抱。
表叔姓福，平時少言寡語，一雙眼睛卻鋒利得好。表嬸姓秦，年紀大概40幾歲，身上衣着票素，神情卻極之挑剔。兩個人一入門就由頭到腳將婉晴打量咗一遍。秦表嬸端起婉晴奉上嘅茶，只係抿咗一啖，就皺住眉頭放低。呢啲係乜嘢茶啊？又苦又澀咁粗劣，連點樣招呼客人都唔識。雲心啊，你點解會娶咗一個淡樣嘅媳婦？個樣望落係幾安靜，但係氣度實在太細，邊有半點似係可以撐得起頭家嘅人？婉晴垂低雙眼，冇開口反駁。秦表嬸又問：聽講你識得刺繡，拎出嚟俾我睇下。婉晴就將自己最得意嗰幅春日蝶戲圖攞咗出嚟。嗰幅繡圖係佢用咗好幾個夜晚先至繡成，花枝輕輕擺動，蝴蝶振翼欲飛，針腳又細得幾乎完全睇唔見。佢原本以為秦表嬸就算再挑剔，至少都會睇得出幾分好處。點知秦表嬸只係掃咗一眼，就淡話：針腳尚算可以，不過格局實在太細。蝴蝶花草都只不過係深閨女子用嚟自娛嘅小玩意，要係淨係識得繡呢啲嘢，終究都係上唔到大場面。婉晴心入面好似俾針刺咗一下，手指不由自主地蜷縮起嚟。佢並唔係未試過俾人睇唔起，但係佢最接受唔到嘅就係有人輕視糟蹋佢嘅繡工。只不過陸雲心坐喺一旁，竟然只係靜靜啖飲茶，冇開口幫佢講過半句說話。婉晴心入邊微微一涼，但係好快又將嗰份失落壓咗落去。佢同陸雲心本來就只係一場蒼卒成親，佢肯俾自己一個瓦遮頭，亦肯尊重自己，就已經算係守住承諾。佢唔可以奢望陸雲心好似一個真正情深意重嘅丈夫啖，無時無刻都護住自己。於是佢低下頭，輕聲話：表嬸教訓得啱，婉晴記住啦。秦表嬸見佢完全唔爭辯，似乎覺得更加冇癮，之後就同福表叔喺廂房住低。接落嚟嗰段日子，佢幾乎每日都要挑剔婉晴，飯餸淡咗要講，茶水濃咗又要講，衫褲晾得唔整齊亦都要講，就連婉晴坐喺窗前刺繡，佢經過嗰陣都要丟低一句：繡嚟繡去都係呢啲老掉牙嘅花款。唔怪得只能夠賺翻啲碎銀。婉晴將所有委屈都吞落肚，只係一心諗住再接多啲活計。只不過鎮上最大間嘅錦繡閣，正正係張家開嘅鋪頭。張家而家睇中陳子謙，柳依依又借住呢層關係喺錦繡閣做咗半個話事人。婉晴知道自己去到嗰度一定會受盡難堪，但係佢亦都冇第二條路可以行。嗰日佢帶住幾方啱啱繡好嘅手帕去到錦繡閣。掌櫃本來係一個識貨嘅人，以前亦曾經讚過佢啲針腳靈動，只不過而家一見到佢入門，掌櫃先望咗望柳依依嘅面色，之後先慢吞吞咁打開個包袱，求其翻咗兩下。蘇姑娘，唔係我話你呢啲花款實在太舊啦，鎮上而家已經唔流行呢一套。婉晴精注咗呢幾方手帕，雖然唔係乜嘢大件作品，但每一方都係佢用盡心思繡出嚟㗎，無論配色、針路定係布局都唔差，點會舊到完全冇人要？柳依依啱啱企喺櫃台後面，聽到掌櫃啖講，就輕輕笑咗一聲：姐姐你仲唔知道啊？子謙哥前幾日由省城幫我帶咗最新嘅京都繡樣集翻嚟，而家鎮上啲貴人全部都中意嗰種款式。你呢啲花花草草一早已經過晒時啦。掌櫃順勢將幾方手帕推返俾佢，最多50文，肯賣就擺低，唔賣就自己拎走。50文，婉晴嘅面色微微發白。
呢幾方手帕要係按照以前嘅價錢，至少都可以賣到2兩銀。而家佢哋刻意壓低價錢，分明就係想將佢嘅面踩喺地下。佢冇同人爭，亦冇開口求，只係默默啖收翻個包袱。柳姨姨仲喺佢身後笑住話：姐姐，你唔好怪我唔幫你。做買賣始終都要睇行情，你而家既然嫁咗俾窮書生，就應該學識點樣過窮日子，唔好成日仲掛住以前嗰丁點體面。婉晴行出錦繡閣嗰陣，出面個太陽曬得正猛烈，但係佢心入邊卻凍得厲害。返到廳捉小丸之後，佢坐喺院入邊，終於忍唔住紅咗眼眶。佢唔怕嗌苦，唔怕辛勞，亦都唔怕俾人笑佢嫁得唔好。佢最怕嘅係自己拼命保住嘅手藝，俾人隨口一句過時咗，就踩到變成一文不值。陸雲深唔知幾時行到佢身旁，低聲問：受委屈啦？婉晴抹咗抹眼角，將錦繡閣發生嘅事由頭到尾講咗一遍。佢話：佢哋可以笑我窮，可以笑我嫁得倉促，但係佢哋唔可以話我嘅繡工一文不值。陸雲深拎起佢其中一方手帕，認真咁睇咗好耐，先至話：唔係你嘅手藝唔好，只係佢哋嘅眼界實在太窄。講完之後，佢轉身行入書房。過咗一陣，佢捧住一本殘舊嘅線裝書行出嚟，入面啲書頁已經泛黃，書角亦都有啲磨蝕，但係就保存得非常仔細。陸雲深將本書擺到佢面前，神情比平日鄭重得多。呢本係陸家以前收藏落嚟嘅一本織造圖譜，入面記錄咗啲針法，已經好多年冇人可以真正參透。我原本唔知道應唔應該俾你睇，但係而家我覺得佢或者應該遇上一個真正識得佢嘅人。婉晴有啲猶豫，但係當佢翻開第一頁嗰刻，成個人卻當場僵住咗。嗰本邊度係乜嘢普通圖譜？上面記載嘅竟然係佢只係喺傳聞入邊聽過嘅雙面二色繡，仲有一組已經失傳嘅盤金索龍針，當中嘅針路繁複得令人睇到眼花。真正講究嘅卻唔單止係針腳細密，而係氣韻，係光影，係要令絲線喺唔同角度之下呈現出唔同顏色同層次。婉晴就連呼吸都不自覺淡放輕咗，佢一頁一頁淡翻落去，就好似一個長年被困喺黑房入面嘅人，忽然之間睇到前面打開咗一扇窗。之後嗰3日，佢幾乎去到廢寢忘餐，啲飯餸凍咗都唔記得食，天黑咗亦唔知道要點燈，指尖俾金線勒出一道道幼痕，佢都只係求其包紮一下，之後又繼續鑽研啲針法。陸雲深冇催過佢，只係每日將飯餸翻熱，靜靜淡擺喺佢手邊。秦表嬸每次經過都會冷言冷語，話一個細地方出身嘅繡娘睇咗2頁舊書就以為自己可以變成大師，真係笑死人。婉晴連頭都冇抬起，佢心入邊第一次有咗一個清清楚楚嘅方向。第4日朝早，佢合埋本圖譜行到陸雲深面前，話我想繡一幅大作品。陸雲深望住佢嗰雙亮得驚人嘅眼睛，笑咗笑，屋企恐怕買唔起上等布料。婉晴卻話我自己去諗辦法。佢去咗鎮南嘅浣紗房，嗰間浣紗房本來亦都係間老字號。只不過老闆娘守寡多年，又唔擅長做生意。近呢2年嘅生意，俾錦繡閣搶到幾乎挨唔落去。婉晴帶咗一小塊自己連夜試繡出嚟嘅雙面二色繡樣過去。老闆娘做咗半世布料生意，只係望咗一眼就嚇到即刻企起身。姑娘，你呢門手藝簡直好似由宮中傳出嚟啖。婉晴認真淡話：老闆娘，我冇銀兩，但係我想同你做一單買賣。你負責出最好嘅雲錦、金線同繡噶，我就負責繡出一幅作品。
3個月後，江南製造大會開幕。如果呢幅繡品成功咗，我哋一齊去參賽；如果輸咗，我幫你白做10年工，抵返今日所有材料錢。老闆娘該淡望住佢。江南製造大會係成個江南織造行入邊最重要嘅盛會，可以喺大會上面露面嘅，唔係百年老字號，就係權貴商號。浣紗房如今連伙計都就快走清，邊仲有膽量去爭？但係婉晴企喺嗰度，明明身上衣衫票數，眼神卻好似一團火。老闆娘咬咗咬牙，忽然一拍台：好，我呢間鋪頭反正都就快挨唔落去，不如搏呢一次，壓箱底嗰啲上好料子，我全部俾你用。接落嚟嘅3個月，婉晴將自己困喺房入邊，開始繡嗰幅百鳥朝鳳圖。佢每日都未光就起身，直到深夜先至停手。金線要順，坤面要平，雙面而色，唔可以有一針錯位。盤金索龍，更加係只要有少少偏差，就會前功盡廢。佢啲手指損咗又好，好返又再損，雙眼捱到通紅，成個人都瘦咗一圈。秦表嬸仍然不時講幾句難聽說話，福表叔亦成日冷眼旁觀，但係婉晴就好似完全聽唔到。陸雲心冇多講，只係每日喺門口擺低一碗熱湯，有時婉晴暈到幾乎頂唔順，推開門見到嗰碗湯仲冒住熱氣，心裏面就會生出一點安穩。佢漸漸明白，陸雲心唔幫佢同人爭辯，唔代表佢唔在意。佢好似一盞燈，唔刺眼，卻一直亮住。3個月後，江南製造大會終於開幕。大會設喺景觀鎮最大間嘅徽商會館。嗰日會館外面車馬如雲，來來往往嘅全部都係綢緞商、繡行掌櫃、富戶夫人，仲有官府中人。婉晴同浣紗房老闆娘一早就到咗，卻連前排座位都冇，只可以企喺角落。另一邊，柳依依住住一身草身衣裙，陪住陳子謙坐喺貴賓席上。陳子謙今日意氣風發，張香新就坐喺旁邊同人有講有笑，好似佢已經有半隻腳踏入富貴人家嘅大門。柳依依亦帶咗一幅富貴牡丹圖過嚟，係佢照住所謂嘅京都繡樣集趕製出嚟。嗰幅圖用色鮮艷，遠遠望落的確夠晒熱鬧，好快就引嚟唔少人稱讚。依依姑娘呢門手藝的確有幾分京都氣派。陳秀才真係好福氣，未過門嘅娘子既識詩書又識刺繡，將來一定係個好賢內助。柳依依聽到，成面笑容，仲特登向婉晴嗰邊望過去，眼神裏面寫滿勝負已定。婉晴冇理佢，只係將手裏嘅卷軸抱得更加穩。好快，柳依依嗰幅富貴牡丹圖就被呈上高台，幾位評判望咗望，點頭話：顏色倒算喜慶，針腳亦算整齊。柳依依即刻柔聲話：呢幅繡品係子謙哥特登幫我揾翻嚟嘅京都新款繡樣，講究嘅就係富貴華美，希望可以為景觀鎮繡行添一番新氣象。知府大人捋住鬍鬚，正想開口點評，會館門外忽然傳嚟一陣騷動，有人高聲通報：京城天雲繡莊副總管道。秦大師府道，成個會場霎時間靜晒。天雲繡莊呢4個字，在場冇人唔知道。嗰度係掌管宮廷織造、掌握天下綢緞命脈嘅第一大繡莊。唔好話一個景觀鎮嘅錦繡閣，就連江南好多大商號喺天雲繡莊面前都要低頭，眾人紛紛起身迎接。但係婉晴抬頭望過去，卻即場呆住。
行入嚟嘅竟然正正係呢啲日子住喺罈竹小院嘅福表叔同秦表嬸，只係呢一刻嘅佢哋已經唔再係平日嗰身布衣打扮。福總管身穿一襲暗紋綢袍，氣度沉穩；秦大師傅着住精緻素雅嘅繡紋衣裙，眉目冷峻，邊度仲有半分普通親戚嘅模樣。知府大人連忙迎上去，福總管、秦大師兩位大駕光臨，實在係景觀鎮之幸。福總管淡擺咗擺手，唔使多禮，我哋今日係嚟迎接一位貴客，亦順便睇下大會嘅作品。秦大師傅嘅目光落喺柳依依嗰幅富貴牡丹圖上，只係望咗一陣，就冷淡話：金線不純，針腳虛浮，層次混亂。所謂京都款式，只不過係東拼西湊翻嚟嘅一點皮毛，呢種嘢都夠膽攞到大會上面，未免太唔知天高地厚。柳依依塊面一下子紅到發燙，張香新面上嘅笑容亦僵住咗。陳子謙想幫佢解釋，卻喺福總管掃過嚟嘅目光之下收咗聲。就喺所有人都不知所措嗰陣，福總管同秦大師傅忽然退到兩旁，恭敬淡垂手站立。會館門口又有一個人行咗入嚟。嗰個人換低咗平日嗰身靛藍布衣，穿住一襲炸金雲紋錦袍，腰間置住一枚龍紋玉佩，腳步不徐不疾，卻自然有一種令人唔敢直視嘅氣度。婉晴望住佢，幾乎連呼吸都忘記咗。嗰個人正正就係陸雲深。陳子謙手裏嘅茶盞當啷一聲跌到地下。佢認得嗰枚玉佩，嗰係只有得到皇家特許嘅大商號先至有資格佩戴嘅秦商令。陸雲深冇望佢，亦冇望滿堂震驚嘅眾人，只係行到主位坐低，聲音依然溫和，卻帶住不容置疑嘅分量。各位，請繼續。知府大人小心翼翼淡問：請問公子係乜嘢身份？陸雲深淡話：在下陸雲深，天運繡莊係陸家族產。全場一片死寂，嗰啲頭先仲喺度議論婉晴嫁咗個窮書生嘅人，呢一刻連大氣都唔敢撳啊！柳依依更加係面色慘白，指甲幾乎插入掌心。秦大師傅行到台前，沉聲話：今日江南製造大會嘅勝出者，將會得到天運繡莊邀請入京參與宮廷織造。下一位，浣紗坊蘇婉晴。婉晴抱住卷軸，一步一步行上高台。佢聽到自己心跳得好快，但係雙手卻非常穩。佢將卷軸打開嗰一瞬間，成個會場好似亮起咗一片金光。嗰係一幅百鳥朝鳳圖，鳳凰展開雙翼，企喺雲霞之間，鳳羽喺燈光下面流轉，日面望係赤金燦爛，轉一個角度望，卻又泛出幽幽寶藍。百鳥由四面八方環繞而嚟，有啲振翅，有啲回首，有啲着雲，有啲銜住樹枝，竟然冇一隻姿態相同。更加奇妙嘅係，當繡圖反轉到背面，圖案仍然完整，顏色卻同正面唔一樣，仿佛另外藏住一番天地。幾位老評判震驚到即刻企咗起身，雙面二色手係雙面二色手，仲有盤金索龍針，呢門針法唔係一早已經失傳咗咩？秦大師傅行上前，指尖輕輕停喺鳳羽旁邊，眼眶竟然慢慢紅咗。佢轉過身，向住婉晴深深行咗一禮：蘇姑娘。蘇大師，老身今日受教。婉晴連忙扶住佢，表嬸，你呢個係做乜嘢？秦大師傅輕輕搖頭，請叫我秦師傅。之前多有冒犯，係我故意試你嘅心性，亦係我睇低咗你。你呢幅繡品已經得到天運繡莊祖師真正嘅精髓。
今日之後，江南秀行再冇人夠膽話你只係一個揸住針線嘅小秀娘。婉晴眼眶發熱，卻冇流低眼淚。佢睇到台下嘅陳子謙面如死灰，睇到柳依依搖搖欲墜，亦睇到陸雲深由主位企起身，向住佢行過嚟。陸雲深喺眾目睽睽之下拖住佢隻手，眼裏面有笑意，亦有一份鄭重。我陸家祖訓，天運繡莊嘅當家主母必須識得天下好繡，亦必須敬重天下所有繡娘。婉晴，你願唔願意執掌鳳鳴金針，同我一齊重新開辦天運織造學堂？婉晴望住佢，忽然諗起嗰個落雨嘅夜晚，喺涼亭裏面，佢隔住幾步對自己講：我可以許你一處屋檐，一份尊重。原來佢俾自己嘅唔單止係一處屋檐，佢俾咗佢一個被人睇見嘅機會，亦俾咗佢重新企翻起身嘅底氣。佢輕聲回答：我願意。嗰一刻，會館裏面掌聲如雷。浣紗房老闆娘掩住嘴喊咗出嚟，佢押上全部家底，終於俾佢搏贏咗。柳依依卻再都企唔穩，佢嗰本所謂京都繡樣集被秦大師傅即場查出，原來係由天運繡莊舊稿入面偷磨出去嘅殘本。佢唔單止針法粗淺，仲借住張家錦繡閣四圍壓價，打壓同行，破壞行規。副總管即刻宣布，錦繡閣由今日開始唔可以再用天運繡莊嘅絲線同布料。柳依依亦被江南繡行除名，張向新面色鐵青，連望都唔再望陳子謙一眼。陳子謙癱坐喺凳上，成個人好似俾人抽走咗魂魄。直到呢一刻，佢先至明白自己親手推走嘅唔單止係一個真心對待佢嘅女子，更加係一條佢一世都攀唔到嘅青雲路。但係呢個世上有啲錯過咗就係錯過咗，唔會因為後悔就可以重新嚟過。製造大會之後，景觀鎮所有人嘅口風都變晒。以前笑蘇婉晴命薄嘅人，如今個個都讚佢有骨氣、有本事。以前話佢嫁咗個窮書生嘅人，如今見到陸雲深，連頭都唔敢抬起。柳氏知道真相之後，後悔到幾日食唔落飯，仲曾經厚住面皮嚟聽祝小婉認親，但係連院門都入唔到。婉晴冇報復佢，亦冇見佢。佢只係叫人帶咗一句說話返去，以前寄養我嘅恩情，我記得；以前將我趕出門口嘅屈辱，我亦記得。由今以後兩不相欠。再過咗1個月，婉晴問陸雲深當初點解要瞞住我。陸雲深幫佢添茶，笑住話：我已經厭倦咗京城嗰啲只睇身份唔睇人品嘅婚事，嚟景觀鎮本來係巡查續產，亦係想避一避屋企人催婚。嗰晚喺涼亭裏面，你明明咁狼狽，卻冇向任何人低頭。我諗，如果你喺最艱難嘅時候仍然可以守住骨氣，如果你願意嫁嘅只係陸雲深呢個人，而唔係陸家嘅榮華富貴，咁我就賭一次。婉晴望住佢，如果我捱唔過嗰啲刁難呢？陸雲深握住佢隻手，咁我就護送你離開，當係結他一場善緣。但係事實證明，我賭啱咗。我嘅妻子係呢個世上最堅韌，亦最有才華嘅女子。後來蘇婉晴跟住陸雲深入京。佢冇做一個只識享受榮華富貴嘅陸家夫人，而係親自重開天運織造學堂，專門收留家境貧苦但係天分嘅女子。佢教佢哋認識絲線，教佢哋點樣落針，亦教佢哋唔需要將自己一世寄託喺其他人嘅眼光裏面。好多年之後，蘇婉晴嘅雙面二色繡被奉為國寶，名揚四海。
但係佢最常掛喺嘴邊嘅，卻唔係自己當年有幾風光，而係嗰句佢曾經喺雨夜裏面對自己講過嘅說話：女子可以命苦，可以一時無依無靠，但係絕對唔可以睇低自己呢一雙手。只要手藝仲喺度，骨氣仲喺度，個天就算再黑，始終都會有一針一線替自己繡出一條光明嘅路。今日嘅故事完咗啦，祝你晚安，發個好夢。